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9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20章14到26节，合神心意的事，敬畏而有智慧。因着敬畏上主，我们领受那合神心意的智慧。在传道书9章18节，也就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到，智慧会比武器有更大的成就，你相信吗？但是一个罪人能挫败许多好事，一个偏离上帝心意的人真的会挫败许多的好事。然而那属神的智慧却比武器有更大的成就。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真的是延续昨天的经文。示巴这位就是去走遍以色列各支族地区，然后他想要召集这些不属犹大支派的就是要来背叛大卫王。因为他说耶西的儿子对我们毫无益处啊，他在寻求谁的益处呢？然后他就走遍了以色列各支族的地区，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叫亚伯伯马迦，在古时这叫亚伯城。等一下我们就会听到因为他来到这里呢就把这个所有比基利宗族的人都集合起来，也就是属他跟他同一个宗族的，然后跟随他进入了这个亚伯城。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吗？昨天的经文讲到大卫呢，就派这个派他的身边的这些将领很重要的亚比筛，还有当然这当中还有约押，他们就一起去追捕这个示巴。然后他听说示巴呢在那个城里面，就亚伯城里，他就要去围攻那个城。他们对着城的外墙呢就筑起了攻城的土垒，也就是说他已经围困了这个墙，他走不出去啊。然后还在做一件事情，就在墙的底下挖洞。我们都知道如果地基掏空这墙就会倒塌，所以他们不仅是围城就是也告诉你说我们很积极啊，我们很快就要抓到你，因为我们正在这个墙的地下挖洞，然后呢等墙倒塌我们当然就攻了进去。如果你是这城里的人，你会做什么事呢？在今天的经文说，城里有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从城墙上喊着说，听啊听啊，去请约押到这里来，我要跟他说话。当我们面对一个暴力的攻击，一个粗暴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回应？我们如何应对呢？很多的时候，当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很重要的并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如何回应这件事。而我们的回应是按着我们的情绪，按着我们的资讯，还是我们回应神的心意呢？在这里，这位女人她非常的有智慧，她从对话开始。约押来了之后，那女人就问说，你是约押吗？约押回答，是的。那女人说，请听婢女的话。她谦卑自己她与人对话的态度不是这是我的城，你来闹什么，不是这样，而是她谦卑自己。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吗？还是我们认为我们高高在上？约押在这里说，我在听。那女人说，古时候人常说，到亚伯去请教吧。亚伯就是他们现在在围困的这个城，然后古时候的人他们真的都这样做。我们的城是一座伟大的城，在以色列境内是这个最和平最忠诚的城。你为什么想毁灭它呢？你要消灭上主的产业吗？这女人非常的有智慧，她在告诉对方，你的决定是在破坏上主的产业吗？约押一听，他说，不，我绝不毁灭你们的城，那不是我们的计划。有一个人叫示巴，是比基利的儿子，从以法莲山区来，他背叛大卫王。你们只要把这个人交出来，我就下令撤退。哇，在对话当中才真正听出背后的动机。
有时候很多人会用错误的方法，但他却想要寻求他心里那真正的需要。可是错误的方法，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方向错了，你不管怎么走，你走多快走多慢，你都走不到。所以很重要的，当我们真的有个需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着那合宜的方式，那合神心意的处理方式去处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粗暴的回应，我们没有在一个谦卑的立场上，甚至我们没有充分的沟通的时候，那带来的影响力，甚至破坏上帝美好的产业，那真的就像今天的金句所说的，一个罪人能挫败许多的好事。恳求主饶恕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最后，这女人听见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她就说，我们会从城墙上把她的头扔给你。于是她向城里的居民献策，他们就把示巴的头砍下来，从墙上扔给约押。示巴一定都完全没有想到，哇，他原来集结了这众人的势力，看起来哇，成为了一股影响力。结果因着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在一场对话当中，这一切背叛就结束了。恳求主真的是来保守，让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处理也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于是约押吹号角，他的部队就离开这城回家去了。约押回到耶路撒冷去见大卫王。在整个大卫从好像要失去王位，到押沙龙死后，甚至示巴叛变，来到了今天的经文，大卫的这个王国好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而最后就讲到大卫的大臣，就是这些他后来组织的那个约押，仍然是那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耶和耶大儿子比拿雅是大卫的侍卫长，亚多兰管理强征来的劳工，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示法是王室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亚尔城的以拉也是大卫的一个祭司。这里这样讲，应该是说好像他私人的牧师这样子。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是一个好像不太被人记得，可是也曾发生过在这个大卫治理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而后来在传道书特别讲到智慧的时候，其实有提到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说，如果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那这里的这个记载就非常有可能是今天撒母耳记下20章的内容。因为他在传道书9章的时候，也是这今天 RPG 祷告经文的再往前走一点，前几节就讲到智慧胜过愚昧在这里这个智慧人他记载，他说，我又看见世上一件有关智慧的事例，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位居民不多的小城被一个强国的王攻击，他围困那城，准备破城。城里有一个居民，他很穷，却很有智慧，能救那城，可是没有人想到他。我常说智慧胜过武力，但是穷人的智慧被轻视，他的话没有人听。其实听明智人几句小声的话，胜过听统治者在一群愚蠢人面前发出的喊声。有时候小声的话反倒更中肯，反倒更实际，反倒更有那个从神来合神心意的意象和看见。我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好不好？我们给自己一个安静身心的时间和空间，好好来听主的声音，听那智慧的言语和生命的带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心思意念，重要的是有没有合神心意，不是在于人所看到的赢还是输，不是在于人的增进比较，不是在于顾全什么样子的境况，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合神心意。
如果在一艘大船上，这艘船的主不是上帝，那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被开去哪里。然而如果这艘船既破又烂，就像今天传道书所说的穷人，但是主却与这穷人同在，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恳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寻求合神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要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限的人，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姿态来迎接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也恳求主你赏赐够用的智慧，使我们分辨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眼前的境况，使我们做出的决定是寻求你的心意，而不是人的言语。恳求主你也在那安静微小的声音当中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在你的面前合神心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